好，咁如果係咁，我哋睇下港股啦。咁不過喺港股之前咧，頭先有冇 QR code 嘟㗎？有嘅。咁我陣間會睇下即係要抽4條問題，臨尾就抽到嘅問題，跟住咧就問即係大家可以問問題啦，跟住有禮物嘅。咁不過而家問呢個問題之前咧，我哋先睇下港股先。又要阿 James 講下個港股先啦。嗱，我哋個港股就都算叻仔啦。咁其實都我哋落過去19000幾就。即係都破咗歷史新高㗎啦，個點數，即係攞你問3000啊嘛，即係啱啱嗰日跌3000點，咁跟住咦唔覺上翻突咯喎，即係補晒裂口又多，咁琴日23900咗啦。個港股嗱，我自己覺得24000就唞我覺得合理嘅，即係跟住美股唞。但係個港股你覺得之後會唔會同美股同步地唞啊？還是係自己會要唞深多少少？因為我哋始終好多企業都係內地企業啦，我哋即係大家仲有幾可會炒啲香港業務嘅企業㗎，即係都係中資企業。咁其實呢扎嘢我哋會唔會係個市會拉深啲，我哋先至再諗啊？還是係呢啲已經係到頂？今年你覺得個恆指可以睇到幾多？其實我就傾向於樂觀少少嘅，係，但係呢一陣我就覺得已經有啲話唔知升乜，係。咁其實呢個狀態都持續咗一段時間㗎。你補完利口之後再升翻上嚟。我諗唯一一個解釋就係啲錢夠多嘅啫，因為啲錢留喺香港㗎嘛。你見到 HIBOR 一日 HIBOR 同埋一個星期 HIBOR 對得咁低，0.1厘左右，咁即係代表大家嘅港紙，即係各個銀行之間嘅港紙都非常之多啦。我唔使咁多利息同你去借啦。但係同時間你見到之前港匯咧、港電咧，去翻強方兌換保證有一段時間維持咗一段時間，而家係慢慢又對翻落嚟咯喎，差唔多要去翻弱方兌換保證㗎咯喎。入咗千零億，跟住就停咗啦。係啦，咁呢個就即係嗱，你見到啲錢可能係有一啲流走嘅跡象，但係留喺度嗰一紮咧，已經我諗個存量已經非常之多。呢個有咁嘅一啲多餘嘅流動性喺度咧，或者唔好咁講，個性嘅流動性喺度咧，我覺得係好事嚟嘅。係。咁但係除咗呢一個優點之外，我就好難睇到港股有啲強啲嘅上升趨勢啦，因為大家諗下，舊年到今年港股升啲乜？舊年1月份有一次嘅，嗰次係升政策，嗰次係大家覺得佢個政策投入嘅狀態要好過2023年1月至到4月政策退坡個狀態，跟住覺得哇，今次真係要嚟料啦，係一個 collaborated effort，就係大家全部部門一齊合力去將個社會零售個 liquidity 去推高佢。1月份升完之後咧，上年1月份升完之後對翻㗎嘛，係，跟住去到9月啊嘛，9月份最尾嗰個星期11放完假之後，可能炒多幾日，嗰幾個10個交易日左右嘅時間，就將個港股一下子又搶高啊，係，跟住翻到嚟就冇咗。又係咯，係啦。嗰陣時個炒緊乜嘢咧？又係政策憧憬㗎嘛。係。嗰陣時又係話見到你人行真係開始做嘢啦。點為之做嘢？你人行其實係有唔同嘅政策利率工具、政策利率嘅工具係可以去控制個流動性嘅。你譬如話幾個最緊要嘅政策利率，你當佢係一條線咁樣排翻落嚟，佢個重要性啊，即係7日逆回購啦，跟住常設借貸便利啦，跟住一個中期借貸便利啦，跟住1年期 LPR、5年期 LPR， 最尾嗰個可能係14日逆回購利率啦。咁呢一條線呢，佢係一定係喐咗7日逆回購嗰個利率先，跟住先慢慢順住條線去傳導落去下邊，最尾嗰個可能係14日逆回購。咁佢哋喺7月份嗰陣時減咗7日逆回購嘅，嗰陣時減咗10個點子，跟住減嗰個 cycle 去到14日逆回購完咗之後，隔咗1個星期唔夠，即刻就再減7日逆回購，減咗20個點子。啲人覺得哇，今次堅啦嚟料啦，真係減息，呢個先叫減息。全息態息我哋就唔當佢係一個政策重要利率。咁呢個減息嘅作用就會令到市場覺得好振奮。跟住之後你又見到發改委啊，跟住財政部啊又喺度開記者會。咁嗰個係一個好強大嘅政策憧憬，令到啲外資公司覺得你估值已經殘到咁交關，我抌少少錢過嚟俾你炒啦。咁即係你可能你政策衝擊底下，真係會有啲咩奇蹟發生都唔定㗎嘛。跟住就對翻落去。但係你同時間你見到喺美國上市嘅一啲中概嘅 ETF， 佢啲 option 嘅 open interest 咧，喺上年年尾，即係其實個港股已經有少少對翻落去嘅時候，突然之間增加咗好多喎。咁呢個我就當佢係春江鴨啦，因為你普通嘅一個機構投資者，你冇理由用 ETF 呢一種 vehicle
去落注嘅。嗯。咁佢仲要落 ETF 嘅 option 落咗好鬼多添，全部都係睇好嘅。跟住之後果然過年嗰一段時間，你見到又係一個 collaborated effort， 谷一樣嘢就係谷 AI。DeepSeek 真係喺嗰陣時出到嚟。咁 DeepSeek 出嚟之後呢，個 narrative 就唔同咗啦。之前有政策憧憬，係估你唔會好似一路維持住咁差，但係 DeepSeek 出到嚟之後，啲鬼佬就開始諗啦。咦？你中國好似之前去仿照住 eBay、Amazon 去搞嘅電子銷售平台，好快就可以落到地喎。你個免接觸嘅支付方式，好快就可以喺全國範圍之內去推行喎。你之前有咁嘅經驗去做一個由上至下嘅一個大 budget 同埋政策支持嘅一個 mass deployment of new technology。今次你有 AI， 你可能又得呢？咁暫時未睇到啦。即係 DeepSeek 只不過係將呢一個概念帶出嚟，俾啲國際遊資嘅啫。咁但係國際遊資而家願意留喺度嘅一個我諗最基本嘅原因就係佢哋覺得中美之間第一唔會再差得去邊，第二 DeepSeek 雖然個浪潮開始減退，但係你中國有大規模去 deploy 呢一啲新科技嘅經驗，話唔定你撞下又撞到啲嘢出嚟呢？其實有㗎，其實你而家我都唔用 DeepSeek 添啊！我問完第一個問題，佢第二個話好繁忙，所以我用緊國產元寶嗰扎嘢，咁其實都好多比較，就算 WhatsApp 都可以用 AI 問佢嘢啦已經。我頭先嚟之前已經問 WhatsApp 可唔可以幫我 create 我屋企啲人啲卡通好慢啊嗰個，好慢，但係都已經係好普及，我覺得已經係。係，所以我諗呢個就係一個基本邏輯，啲錢願意留喺度唔走住咯。咁但係你話嗱，政策嘅憧憬，我哋而家差唔多全部兌現晒啦，又減咗息啊嘛，7日逆回購今次減10個點子啊嘛。咁但係呢個多唔多呢？就唔多嘅，因為講真，佢上次我講嗰個鏈條式減息，上次減到佢1年 LPR、5年 LPR 嘅時候係減咗25個點子。係多過上次個7日逆回購20個點子嘅，所以我係有少少憧憬，你今次可能都係7日逆回購會減多啲啦。但係就算佢嗰陣時個 position 咁靚，我係講緊人仔離岸人仔個 position 咁靚，佢都冇減到咁多，都係10個點子交下功課俾你睇一睇。咁但係呢10個點子就係我哋由上年9月、10月開始期待，一路期待到兩會之前之後，一路去到而家先攞到翻嚟嗰10個點子。所以你話再有啲乜嘢政策嘅，尤其係貨幣政策上面嘅助力呢，我就覺得已經差唔多兌現晒。咁同時間 AI 呢一個暫時大家尷尬啦，全部都係咁我留喺度，我未必要同你炒嘅啫。其實要炒嘅呢，你資金如果你睇開港股嘅話，你應該知道最好炒嗰段時間就係農曆新年之後一路去到特朗普解放日之前嗰個星期。嗰一段時間呢，真係我哋之前都傾過啦，即係啲基金經理朋友呢去做資產配置嘅時候呢，尤其係做一啲短期嘅 bets 嘅時候呢，真係會落住喺香港去炒嘅。而嗰段時間你見到啲港股呢，就唔係淨係升 AI 嘅喎，佢乜都同你炒嘅。乜都升嘅嗰陣時有，而家就好難升嘅。而家就真係買中啲谷子經濟嗰啲先得嘅。係啦。嗱呢個我就覺得係即係。可能係未來嘅一個常態啦，即係你啲錢呢，其實講真，你之前有一段時間，港股咪21年7月之後呢，你去做 IPO 其實好慘噶嘛。你喺港股做 ECM， 你基本上開始慢慢就揾唔到食噶啦，咁就要去美股嗰邊做啲股票上市嘅 placing。咁我諗23年開始呢，好多香港我哋知道嘅大孖沙呢，去美國嗰邊開始開壇，就係搞美股 IPO。咁其實24即係去到其實上年下半年開始，呢啲大孖沙真係開始翻嚟香港。有啲股即係可能市場力量比較顯著嘅，你都見到呢一段時間喐動得幾犀利啊！咁呢個都係好事嚟嘅，對我哋嚟講，即係代表啲資金真係願意留喺度。咁但係嗱，政策憧憬暫時又冇乜 AI 呢一個概念，我諗已經有少少尷尬。跟住就係睇經濟數據啦，我哋頭先講咗，又真係爭啲。咁你估值呢，又唔係咁低啦喎，你已經超過上年我哋預期最好嗰個範圍個估值㗎啦喎。咁你今年即係我係願意去相信，其實今年之前都會有啲嘢碰撞到出嚟啦。就係你如果都係用翻你好簡單例子，用翻 Google 同埋 Meta 去做一個 reference， 你見到 AI 可以幫到佢哋啲 subscription base 嘅收費提升咗咁多。咁複製喺騰訊身上，我覺得唔係好難啦。
咁呢一個我覺得係慢慢會開始見到㗎啦，呢幾季。咁所以我對成個 AI 最尾可以幫到港股估值提升嘅呢個可能性，我係覺得絕對有嘅。但係呢一段時間尷尬啲咯。咁啊，的確係，因為大家如果望一望 ATMXJ，即係除咗隻小米係有幅度俾大家喐之外，哇，其他係大家有炒都知係難搞㗎。咁所以我都係一隻即係科指嗰扎嘢包含晒就算。咁啊，但係既然係咁，問一問阿 Horace先。喂，咁其實我哋嗰日3000點到而家，其實啲資金我哋個港股呢邊係咪都係相當活躍？嗰批其實會唔會係上到24000近啦，至23900，開始大家係即係套翻嚟，開始會冇乜方向嘅情況底下，開始會做翻淡咧。如果近期嚟講就做淡唔多嘅，係夾死咗係嘛？之前暫時嚟講最多人部署嘅咧，即係呢2個星期啦。咁啊，小米巴巴，係啦，就比較多啲嘅。咁啊，小米有新產品啦，今晚應該都要出緊㗎啦。巴巴就出完業績就太 Q。係啦，出完業績太 Q 啦。咁但係啲投資者都係相信嘅，即係巴巴嘅話。咁我估都最主要都係佢多咗啲，佢本身佢自己都有個 AI model 啦嚇。咁佢自己有雲啊嗰啲，佢都會有個增長喺度。雖然唔係咁靚啦嚇，咁但係啲投資者仲係記住佢啱啱 DeepSeek 出嚟嗰段時間啊，即係。巴巴咧係屬於領頭之一嘅一個個股之一啦，即係冇乜好特別可以揀啊嚇。咁樣嚟講，佢依家啲投資者一見佢落咧，就想兜佢兜一兜佢。咁而小米就呢一段反彈好勁啦，係啦，之前調整好深啊嘛嚇，咁跟住之後個反彈亦都好強勁，咁所以啲投資者就 keep 住咧都係吹緊小米同巴巴為主。咁啊，騰訊就少啲嘅，係啦，咁但係都排第3嘅。因為騰訊得500幾到520幾，嗱，好實我申報咗先啦，本身淨係啲持份人士持有騰訊啦、巴巴啦、美團啦，買齊嘅咯你。係啊，跟住就差唔多啦，有再講啦，咁啊，但係其實美團好老實講係咁多隻裏邊最鬼弱嘅，係最弱嗰隻。冇計啦，因為佢始終無啦啦多咗競爭對手，橫空而出，一定要做呢個外賣仔。咁但係美團多唔多人搏反彈嘅其實？美團嚟講就僅次於騰訊啦，係啦，僅次於騰訊。好倉嚟嘅都係。好倉嚟嘅，其實呢段時間都係做好倉多，係啦，淡倉少好多嘅。咁但係如果成個恆指咧，成個恆指嗰個恆指方面就平衡嘅，係啦，好多。但係如果以坐倉嚟計嘅，都係坐牛證多過坐熊證嘅。哦，即係都係睇好。係以坐倉嚟講嘅話，係啦係啦。咁但係有時短炒嘅，咁一牛熊證其實可能已經好普遍啦，對於香港投資者嚟講，啊槓桿超高。咁啊又唔使用咁多資金，細細注咁玩下。咁啲牛熊咧，其實因為槓桿高咧，出入都好頻繁嘅，即係分分鐘即係好習慣就一日內就炒幾轉添。啱嘅。咁所以變咗嚟講，有時會成日會見到熊證突然間夾晚會好多咁樣樣，跟住第二日落嚟又割啦。係啦，一升上嚟割啦，跟住跌落去咧200-300點又走啦，咁就成日跳打出啖日咁樣樣咯。咁但係如果真係坐倉嘅就牛證坐得多，係啦，熊證就彈嚟彈去咁樣樣咯。咁所以其實就暫時嚟講個氣氛都仲係好嘅喺港股上面，所以特別喺衍生工具會望得到，因為衍生工具本身就係短炒嘅產品多。咁對於投資者嚟講就係氣氛好，佢先做短炒啦。即係刺激到佢炒多少少，咁樣嚟講就喺衍生工具個資金流就會容易睇到成個氣氛係點樣樣咯。咁近期就除咗呢啲即係本身已經上市咗咁上下嘅個股啦，咁啊有啲新進㗎，好似新進啊，啱啱當然就唔知大家抽唔抽中隻靈王啦，咁啊都幾難中嘅，咁啊隻3750我都抽唔到，咁啊要2萬股先至 confirm 有一手，咁啊難中。咁但係琴日就炒到上343咗啦，因為其實食晏前我都仲 hold 住嘅，哇正啊，340食晏諗住翻嚟我都準備定走嘅其實，點知一翻嚟就因為拍落去啦，即係抽一抽343就拍落去。咁但係呢2日其實我記得係同步出咗啲衍生工具嗰度。係啊，咁我哋就香港法人嚟講，都算係成日都會做股輪同步嘅一個操作嘅。咁靈王本身就好少啦，好少流通股啦，H 股啊講緊嚇。咁對於散戶嚟講好難有嘅。
係啦，而且佢銀碼都唔係話細啦，一手嚇，對於散戶嚟講係啦。如果你買2、3手，其實就佔咗你 portfolio 可能1/10啊、1/5咁樣，咁好牙定㗎嘛。係。咁樣嚟講就我哋有啲衍生產品就俾投資者可以槓桿去做咯。咁所以第一日上市其實都唔少投資者去炒佢嘅。係啦，咁主要就係買咗啲貼價嘅添。係啦，即係行使價268，我哋有一隻，另外一隻320嘅。係。全部都係2日內到咗價啦。320到咗啦。係啦，到咗。今日都仲係樓上。係啊。有冇反向㗎？冇反向就冇反向。因為借唔到貨我哋。係。我想即係如果我哋賣咗咧，我哋要對沖啊。咁我借唔到貨，好難對沖。係。係啦，咁所以變咗嚟講，因為佢本身流通量太細啦，真係。係啦，咁暫時嚟講可能要等半年，睇下會唔會流通量好啲先啦嚇。等落咗個特，等嗰扎11月放翻啲貨出嚟，可能會好少少。咁但係依嚟講，暫時嚟講，淡就我哋冇得俾到大家啦。咁但係做 call 都仲可以嘅。咁你睇流通量少嘅情況下，可能如果即係個估值唔係話特別高嘅情況下咧，可能都仲有得炒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做 call 可能。等佢落嘅時候，可以試下再做咯。好啊。咁但係如果睇個港股咧，嗱其實就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啦，因為其實成個恒指我哋由低位19000幾一路衝上嚟。嗱其實由呢個4月17號開始，其實個恒指一路都維持住喺10天線樓上，冇對穿過。嗱一日19號嗰日對穿過，但係收市已經係上翻去。咁所以今日其實亦都係第一次又都係再接近翻10天線。嗱，好老實講，強勢嘅地方係喺10天線。個港股好老實講，我都冇諗過咁強到咁嘅樣。但係我自己有少戒心嘅，因為即係頭先都講啦，就係喂外圍都懟，同埋好似 concept 上咧最勁嘅靈王都上埋啦，最勁嗰幾日上埋23900，我自己估就可能會唞唞。咁但係如果你話計方向咧，可能就即係老土啲嗰句啦，炒股唔炒市。咁頭先即係都講話 ATMXJ 嗰扎都好似唔好圓喐，但係嗰扎車股好老實講就都真係幾癲嘅。咁如果我上次都有提過啦，就係如果特朗普上場咧，其實呢班車股應該會進好啲。咁自己嘅睇法點解會咁諗咧？就係嗱，阿 Trump 上嚟會對歐洲啊其他地方，你第一時間啦都係會。開刀㗎嘛，即係咪都開刀？開咗刀先至同佢講 friend。咁呢樣嘢我自己會觸發起就係即係中歐方面嗰個貿易情況應該會好翻。呢樣嘢其實對成班車股尤其是隻比亞迪啊同埋隻吉利，其實佢哋出口個數字其實幾靚仔。咁尤其是啲車如果出口，其實基本上個毛利點解話內捲咗幾年啊？咁啊點解要出口？因為出口個毛利可以扯高啊嘛。咁所以啲車基本上就由阿 Trump 上場之後。佢哋先至係咁癲嘅，咁當然佢哋自己啲技術含量都有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佢哋有啊，只係而家啱個時間公佈咗呢扎嘢，令到佢哋有個故事爆上去。咁但係當然你車嘅關聯股份，當然一啲無人駕駛車啦。我即係頭先我哋即係講 Cybertruck 呢個即係Tesla 嗰個無人的士都係啦。咁都係無人駕駛系列。我自己覺得就嚟緊嘅時間呢扎嘅股份其實嗱，當然有啲若果你話做啲雷達啊，做啲呢啲晶片嗰啲，可能盈利個表現係差。咁但係有好多都係虧損係大幅收窄。呢啲我覺得大家可以留意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睇就係AI 嘅背後啦，嗱當然無人駕駛車其實背後都有 AI 嚟到即係做一定嘅推動嘅助力。咁但係如果你話睇 AI， 問一問阿 James 先，內地嘅 AI 呢個我諗就大家最質唔係最質疑咧，最嗰個公信力嗱，佢頭先講啦，一啲平台啦，即係我哋當好似啲巴巴嗰扎嘢度，可以叫我自己嚟講啦，成功複製到美國嗰啲咁勁嘅一個經驗。但係 AI 你始終都係嗰個含量嗱，當然 DeepSeek 就可以好平價就可以做到出嚟啦，大家係哇真係驚為天人哇！好似5000萬啊，定係唔知叫500萬就可以做到呢樣嘢？其實內地係咪可以真係可以 AI 裏邊係行出一條血路咧？有冇咁嘅技術性可以做得到咧？你覺得？我一啲都唔懷疑佢可以做得到，即係推陳出新有新 boss 出嚟，我諗佢哋都好快可以學。係，即係點解咁講？你睇翻DeepSeek 啦，佢出到嚟之後，有人就開始去問佢啲陰佢啲問題啦，問啲陷阱題。啲陷阱題邊個俾嘅咧？其實係
OpenAI 係啊，O3 Mini 入邊嗰啲陷阱嚟，O3 同 O4 都有。O3 嗰條就問你究竟乜嘢係叫做 Sanctuary Protocol， 跟住 O4 就問你太陽系入邊最大嘅行星係邊個。咁呢兩條咧，如果你係套學 OpenAI 嘅話咧，你都會答錯嘅。係，因為 OpenAI 答錯。OpenAI 冇答錯。係。咁你套學去 DeepSeek 即係 DeepSeek 答嘅嗰兩條問題咧，就 exactly 係套學 OpenAI 會答嘅嗰啲問題。咁所以我一啲都唔懷疑 OpenAI 即係 DeepSeek 或者其他類似嘅呢啲 bots 咧係可以好快咁樣去 adopt 到人哋啲 bots 嘅一啲功能性咯。所以呢個即係我哋唔理佢好醜，總之佢用到就得。係啊，咁但係另外我哋其實關注咧，我哋個港股，你話好多啲股份谷子經濟，唔知你點樣睇啦？嗱，谷子經濟呢家嘢咧，你當然我陣間10點鐘都要翻去抽大 Bobo 啊，即係我老婆叫我10點鐘好撳掣去買啦。咁啊嗱，其實你現時呢個咁嘅狀況，你內地嘅一啲叫公仔啦，即係我哋啲卡通。可唔可以真係可以成功複製到嗱，即係中國版嘅 Hello Kitty 咧？呢類型嘅個別股份，你有冇留意咧？其實有，因為我差唔多係喺我諗個零月之前去講，就係講Labubu， 即係 Labubu 嗰間咯，係啊，嗰間嘢，我哋嗰陣時諗住 AI 係有啲咩幫助咧？嗱，呢一啲谷子經濟嘅公司，佢就係主要針對係年輕少少嘅族群啦，可能係 Millennials 加埋 Gen Z 啦，Gen Alpha 佢哋就唔理得住，因為 Gen Alpha 冇錢。因為咁呢兩個年輕少少族群，未必有錢去買樓，未必有錢去買車，咁就通過呢啲谷子經濟入邊嘅呢啲 IP 產品去體現自己，或者係儲存自己嘅價值。咁嗱，佢 IP 出到好多啊嘛，嗰間嘢不斷都有 IP 出。咁呢啲 IP 你諗下，其實做一啲少少嘅好細微嘅 modification，AI 相關 modification， 佢就可以賣貴好多。譬如話咩呢？你有睇鬼滅㗎嘛？或者你有睇龍珠㗎嘛？或者你有睇即係 IQ 博士嗰啲？我當佢所有呢一啲 IP 都係嗰間出啦。咁嗰間出到嚟，而家淨係得個公仔啫嘛。咁我如果入邊加一個發聲嘅機器喺入邊，跟住可以俾佢連到線，我都唔使一個 bot， 我淨係一個 prompt， 我叫佢自己去抄翻，譬如話龍珠 Wikipedia 入邊有啲乜嘢人物，呢啲人物有啲咩口頭禪，你同佢對話嗰陣時，佢會俾啲咩反應你？一個 prompt， 佢假設佢連到線嘅話，搞掂㗎咯喎。呢一個成本真係唔係好高嘅啫喎，但係如果有啲咁嘅功能，你叫佢個價賣多40%或者炒多40%，我覺得係好易嘅事嚟嘅。所以呢一啲我覺得反而係 OK 咯，係啊。的而且確係，因為啱啱上個禮拜係應該賣緊 Cry Baby 嘅 Cry Baby Cat， 哇！突然間又貴咗。其實佢只要將啲嘢變一變就已經 OK 啦。但係我知呢個即係發興應該冇出呢個谷子經濟，之後會唔會出下呢啲咧？我哋都會成日睇翻市場需求嘅嚇。咁暫時嚟講，輪證方面咧，9992咧就唔太多人去留意嘅。佢可能炒緊正股太大波幅啦。係啦，咁都炒正股都夠，咁寧願炒正股，因為其實呢啲股份咧，我哋出窩輪咧個引伸波幅都係高嘅。咁如果年期半年以上咁嘅話咧，可能個引伸高嘅情況下咧，個槓桿可能都係講緊2至3倍。即係個引伸波幅又貴，咁跟住波幅又即係個叫槓桿又低，所以唔好買啦。係啦，咁可能因為本身市場上面你見到啲都係低槓桿，咁覺得咁如果揸住隻咁低槓桿嘅，又唔係話真係揸正股算啦。係啦，都唔係話真係慳到幾多錢嘅，咁揸正股啦。咁因為有時都會怕揸耐咗，如果佢唔喐時間值一件事啦。咁如果個窩因為佢唔喐，個窩由100窩跌到落去80、90窩咁樣，咁其實都有個風險喺度啊嘛。咁樣變咗嚟講，暫時嚟講個需求唔係太大嘅。咁反而通常我哋見到咧，呢類型股份當需求增加嘅時候，往往都係佢個股份咧，即係正股本身已經唔係話有一個繼續之前個 trend，即係可能係由升完一段時間啦，開始係做區間嘅時候咧。咁嗰個時候咧就會開始多翻啲人去睇啲窩輪嗰啲，咁樣咯。而家就要再等等啦，咁我都想你快啲推嘅，因為都幾受歡迎嘅。基本上我每次做節目都有人問阿 Bobo，
係啦，呢隻就真係幾受歡迎。咁但係想再問一問阿 James 嗱，頭先我哋講 Tesla 美國嗰啲無人駕駛啦，其實可能嗰個時間性會比較耐。但係內地個無人駕駛之前有唔同公司有出過啦。咁但係咧，咦嗰啲突然之間過咗幾個月冇晒影，同埋亦都有個別一啲話自駕系統又發生意外啦。內地嘅智能駕駛嘅時間會唔會比預期中係會快過美國啊？還是係已經係做緊？你覺得係？應該係不斷去路試緊嘅。你百度之前咪我諗上年嘅時候佢搞緊第3期路試啊嘛。係。第二期 sorry 就係有人遙控咯。係。咁佢但嗰下好好笑喎，大家都睇完之後。但係冇計，佢如果你真係照翻美國嗰個流程逐步行嘅，佢係一路都行緊嘅。係。同埋我覺得如果真係要推呢樣嘢，中國應該佢有一個政策支持啊嘛。咁呢樣嘢應該係會快過美國嗰邊去實施咯。所以而家多少呢一啲 AI 配埋啲新能源汽車去炒嘅概念，我覺得有少少 price in 咗佢個無人駕駛嗰個系統係好快可以上到路。好。咁如果係我哋即係送禮物之前，不如每人啦俾個錦囊大家先啦。阿 Howard 有冇一啲錦囊俾到大家咧？近期少少嘅，近少少嘅。近少少啊！咁首先喺窩輪方面或者牛熊方面都係要注意一樣嘢啦，控制個注碼。係啦，我哋永遠入場之前個投資氣氛比較遲啲啊嘛。好多時候你見到佢升上去升幾日，咁你之前冇買你都想追上去。咁但係好多時候因為咁樣追上去咧，就忽略咗咧往下調整嘅時候嗰個風險嚇。咁淨係望到個回報。就係諗住會賺錢咁就冇諗到如果回頭嘅時候我要做咩策略，點樣走咁樣。咁所以如果用到槓桿工具嘅時候，甚至乎有機會睇錯會放大咗咯，嗰個虧損。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下咧，我哋嘅錦囊咧就係話喺次嘅時候咧，要成日都要提示自己，入市之前咧計一計先，我最多可以蝕幾多，我以一個蝕得到嘅銀碼，跟住咧去計翻個槓桿。我可以入幾多錢落去？咁呢個係最重要嘅。咁首先就係守得到自己，即係睇錯咗，我守得住嘅。咁之後先至可以再捕捉更多嘅機會咯。好，即係留得青山在。James 咧，我俾第一個就係個判斷嚟嘅。我覺得美匯未跌完 ，TLT 都未跌完，呢個係一組判斷啦。第二個就係我建議大家咧多少咧。配翻啲加密貨幣相關類嘅資產，點解咁講呢？因為我哋去做管理一隻基金，我哋去用到好多唔同嘅一啲理論㗎嘛。最出名2套理論，一個就係 Modern Portfolio Theory， 另外一個就係 Postmodern Portfolio Theory。咁呢啲 Portfolio Theory 攞出嚟去運用呢，你會拉一條好靚嘅線嘅個回報風險線，叫做 Efficient Frontier。咁即係好多模型，你話佢哋去之前 backtest 嗰陣時做得好勁，但係未來一段時間未必咁勁嘅一個主要原因就係佢哋係做一個 curve fitting。咁但係即係呢個扯遠咗啦。我哋去講翻成個 modern 成個 modern portfolio theory 入邊去做配置，最多人講嘅就係6成股4成債。咁呢個組合咧，你只要將佢變少少，你6成股入邊咧。你擺5成7股，剩低嗰3% 咧，你擺 BTC。我哋用過去10年嘅數據去測試咧，就發現你個 alpha， 即係你個 annualized 嘅 return， 每年會多差唔多1.1%。同時間你個 max drawdown 咧，可能會每年多少過1%，同埋咧你個 risk 咧會減少0.6%。所以呢個就係。如果你真係要做資產配置嘅時候，我建議大家考慮下，你唔使擺多3%，任何 BTC 或者其他 crypto 相關嘅資產，就已經可以令到你個 efficient frontier 向上輕輕咁樣去提一提。好，陣間原來有問題問 BTC 喎。咁好啦，不過我自己嘅錦囊咧，就最後俾大家啦，就係其實個港股，如果你話炒咧，呢段期間最癲係啲咩咧？北水可以買股份，我覺得好緊要。500隻裏邊。當然北水由我哋即係2年前啦，其實佔個港股整體成交10%，一路上，而家去到 keep 住40成以上，40至45左右。
基本上係北水已經係我覺得有主導住個市場嘅其中一個要點。咁呢樣嘢其實好緊要嗱，當然佢哋就大家會睇盈富基金大隻嗰啲，我哋篩選一啲中價少少，嗰啲好實係幾誇張。尤其是若果你話，尤其是喺北水嘅推動啦，有好多係買得幾癲，或者炒緊就係炒緊佢哋呢扎。若果你話即係我哋係睇好嗱，當然比亞迪啊，內地又有 A 股又即係香港又兩邊都有，點解要炒呢邊？呢邊可以炒得癲啲啊嘛。咁但係如果你話喺北水可以買入名單，好實講上一次進入嘅名單，我炒咗2個月都不知幾爽，即係。嗰扎嘢係癲到不得了嗱，嗰啲粵薑嗰啲咧，你一入去佢自己再有埋消息，哇！基本上佢係配合，佢一入咗去之後，喂，我揸住呢啲，喂入喎掂出咁樣，哇！其實呢啲嘢其實係炒到你癲，而嚟緊個 update 表係幾時會出現咧？未知，咁但係基本上就啱啱出嚟，應該有3隻就入咗嗰個呢個即係叫綜合指數啦，即係隻325啊。蜜雪啊，同埋隻股明嗱，好實講呢3隻我都麻麻地嘅，即係個概念啊，窒窒地。茶飲基本上係大把嘅，咁但係我都即係有個別企業啦，我嗰啲飲到我係唔舒服嘅，咁所以我自己有啲唔係好想。咁若果你話計嗰隻325嗰隻做，即係都係即係做啲谷字經濟，做啲IP 公仔。你翻過內地玩過揸過上手，哇！呢隻就係咁嘅喂，咁你同納布布嗰啲唔同喎，納布布嗰啲我老婆叫我準備撳掣，知叫我仲要翻屋企嘅，咁但係嗰啲係咁嘅，咁但係個 concept 我都係差啲，反而如果你話到時入到啲同楞到自動駕駛啊、無人駕駛車嗰啲咁嘅股份，我唔講名啦，我揸住，咁嗰扎咧其實我覺得係可以炒得幾癲下，咁我自己覺得就可以繼續跟住北水個表一路玩住啦。大隻嗰啲其實意義不大，因為已經炒到咁高啦，咁所以其實應該揾啲新嘅嘢。之前都提過就係好似啲9985啊。惠美龍啊，做咩辣條啊？即係大家唔知有冇食過辣條啊？哇！嗰啲就係升足1倍，即係就係呢啲北水表好緊要嘅。即係其實呢啲都好透明㗎啦。恒生服務公司基本上出晒，咁到其時大家咪可以再挑翻呢扎嘢。咁啊，所以呢個錦囊就係炒股不炒市，就係炒緊北水表呢啲嘢。咁啊，大家要準備定啊。咁啊，好，我哋問問題先。咁啊，喂，呢條問題就不如問下 Horace 先啦。呢位朋友。有禮物㗎，咁啊2份禮物就呢個快興送出，2份禮物咧就華盛送出嘅。咁不如先送出就由阿 Cory 決定啦，你送啲咩啦？一係就咁我哋就呢位朋友問阿 Horace 嘅，港股上下波幅，呢位朋友係邊個問嘅咧 ？TAD 喂 TAD 呢位朋友啊，係你好，係啦，港股上下波幅你哋會點估咧？即係講緊恒指啊嘛，恒指係啦，係咪恒指啊？係啊，恒指係嘛？恒指嘅上下波幅，我哋個 house view 就今年其實就係睇 year to day 都係15% 左右嘅啫。係啊，15% 左右。其實依家嚟講都已經中咗啦，達咗標啦。係啊。咁所以估計即係暫時短期嚟講都唔會話有太大嘅空間咯。咁睇個次，因為始終佢最大嗰啲權重股咧，個走勢嚟講咧，都已經係頂，即係最勁嗰幾隻嚇，即係強勢少少騰訊或者小米，都已經到咗前高位啦。基本上嚇，除非你有能力再爆上去嘅一段，可以拉動個恆指再上咯。如果唔係嘅話，基本上可能都係呢啲水平度上上落落為主啦。或者要有啲新嘅成分股加入去咯。咁睇下寧德啊呢啲有冇機會入到咯。會唔會有快線走入去啦？或者之後喺中概股、美股嗰啲中概股回歸翻香港嘅時候，會唔會又有快線入去加啲一啲動力落去咯？如果唔係嘅話，可能都有少少難度。好啊，咁啊，即係 House View 又到咗啦，咁啊都大家要記住啊。咁啊，另外就係問。其實呢位朋友問我，不過我問阿 James 啊，不如呢位朋友咧，其實就問Bitcoin 就去到11萬啦，咁啊之後點睇？嗱 Bitcoin 佢就問啦，Bitcoin 同呢個 AI 科技係咪有好 close 嘅關係咧？呢位朋友邊位問嘅咧？呢位朋友你好，係啦，有禮物啦。Bitcoin 去到11萬喎，咁你頭先講要3% 揸住啊嘛？
係啊，我哋可以再貪心到幾多，或者係佢同 AI 嗰個關聯度係咪真係咁高，還是係美股一隊？我自己覺得啦，係咪個債一隊即係個債價隊債息上個 Bitcoin 就扯嘅嘢㗎喎？有冇關聯度，還是同 AI 有關係咧？佢同 S&P 個關聯度係幾高嘅。我諗你過去你由2015年開始計嘅話，佢個 correlation 我諗差唔多0.5度啦。係。但係個 beta 都高嘅。但係即係你攞佢去做對沖應該就唔 work， 即係因為佢同 S&P 係個 pace 係一樣。係。咁你如果去攞佢去睇個波幅嘅話，其實我上年就係睇個 BTC 係7萬蚊樓下，一路去到12萬零。咁今年個波幅都差唔多行晒，只不過佢未去到我去之前去估佢7萬蚊樓下嗰個位嘅啫。咁但係我覺得應該都仲有啲波折嘅，因為應該就係呢一段時間都多新聞流出嚟啊嘛。咁其中一個比較大嘅就係 Coinbase 啦。咁 Coinbase 自己入咗去標普500之後，我諗即係會令到成個買方機構去對上市公司佢個 treasury 去做一個capital structure management 嘅一個印象完全改觀啦。即係之前就可以係 cash，一係 US treasury。咁而家 Bitcoin 都係一個 legit 嘅一個 item， 我可以擺落去嗰個 balance sheet 入邊。咁呢個 item 之前有一段時間，我諗就係一個名譽上邊嘅負數嚟嘅。咁人哋會將你持倉 BTC 同你管理唔好呢間公司劃等號。但係而家既然 S&P 已經幫咗 Bitcoin 幫咗 Coinbase 去背書，加咗佢入去，咁呢個嘢就會有改觀啦。咁下邊我諗即係 MicroStrategy 點解唔入得啫？佢過去4季都係連續盈利㗎，佢揸緊嘅 BTC 係 Coinbase 嘅60倍，所以即係我諗係可以，你 Bitcoin 其他相關嘅一啲股都可以睇翻下。喂，其實阿 James 你個腦記啲咩？記咁多嘢嘅嘛可以？你呢啲真係開咗 database 喎，外掛㗎你。我細個啲嘢已經唔記得晒，係因為好霸佔個位嘅。哦，OK， 好，即係冇多餘容量啦，記晒而家啲嘢，好嘢。咁啊嗱，第3條咧就問我嘅，咁啊嗱呢個朋友咧就 Apple 同呢個即係9988合作啦，做 AI 啦，咁即係都係要追翻中國市場啦。咁其實 Apple 前景係咪唔樂觀咧？咁啊係咪要長期睇淡咧？邊位朋友問咧？你好，係啦。咁如果係咁咧，嗱其實相比起蘋果，好實講我都要轉過去嘅。即係就算我係用緊啲舊機，我都要轉。點解咧？因為我自己睇我個相簿，我有10萬張相。我個 cloud 已經係走唔得㗎啦，我一路係俾佢捆綁住。嗱，其實呢個cloud 嗰個固定收入咧，其實蘋果好犀利。咁所以其實而家佢係少咗一樣嘢，令到好似 Tesla 或者 Nvidia 咁樣嘣兩間爆上去。咁我反而覺得而家呢刻佢死就死唔到，但係生亦都唔見佢特別生。但係相反如果你話呢兩隻去到揀，即係而家講巴巴同埋隻蘋果啦。我反而覺得巴巴嗰個潛力會仲大，因為嚟緊我覺得巴巴唔係話即係每個月每半年每季再睇佢個 GMV， 即係淘寶天貓幾多，係睇緊佢同蘋果方面合作個 AI， 同埋佢而家係內地最大嗰個雲公司。嗱，如果同蘋果個 AI 搞得到，再加埋佢咁大嚿雲，同埋佢個大數據，其實佢嗰個孵化程度咧，其實已經係另外一間公司。所以我自己覺得。巴巴嗰個潛嗱，同埋啱啱亦都握過手啦，先早2個月，你見到巴巴亦都喺香港好多嘢，好多動作，之前咪一路無序擴張唔俾佢哋買嘢啊嘛，近排做咗咩咧？買咗即係收購咗50幾%隻即係香港證券公司啦，亦都同即係富途呢個美圖合作啦，即係買佢啲股權啦，即係做 CP 啦。你見到佢動作，好實講係。近年嚟講，我覺得算多，咁所以我諗就巴巴嚟緊嗰個潛力上，我覺得係更加之高。咁當然你話同巴巴同隻蘋果去比，好老實講就真係比錯咗，即係攞個榴蓮同條蕉邊樣好食。咁但係呢樣嘢，我覺得你計潛力咧，我覺得巴巴係不容忽視嘅。咁蘋果你要做淡我就唔好咁，因為陣間佢下次出個摺機。咁就接喺度，所以我就唔好咁做淡啦。咁啊，所以呢樣嘢我就即係呢個我自己個即係方向啦。咁啊，最後一條啦，問一問阿 James 呢位朋友，好長啊呢位朋友好有心啊。嗱，估咧今年咧就東升西降，
咁唔知你係咪咁諗啊？咁啊，港股咧今年高低點咧如何咧？咁啊，港股啦，尤其是大型科技股啦，哇！好條題目好長喎，問咗好多嘢喎，仲有黃金啦，黃金我頭先冇乜點講過嘅。咁啊，可唔可以跑贏到即係黃金可唔可以跑贏大市美股啦？先講一講啦。港股高低點呢個呢位朋友係邊位先？多謝你。呢個題目問阿 James 平時可以講1個鐘嚟個。唔好意思，我補充翻少少先，因為咧都要俾翻 credit 阿大師嘅，因為我上年同阿大師去食飯咧，阿杜琪峰喺度嘅，當其時咧佢話個金要4000，大家哇喺度笑佢，跟住如果3500咯喎，前嗰排其實要俾翻 credit 阿大師嘅，唔好意思，阿 James 你講。嗱，我就如果睇長線嘅話，我就睇 BTC 多啲嘅。因為 BTC 唔會走㗎啦，即係佢即係都係咁樣講，你 include 咗落去 S&P 500，即係代表咗佢係一個資產類別，佢唔係一個speculation 工具，佢亦都唔係一個 Fed 一個潮流，就咁就冇咗。咁所以你睇翻坊間，我諗去到2050年啦，個推測你就見到啲價係同而家爭非常之遠嘅，即係我都費事講幾多錢，因為講出嚟就好似係一個 scam 咁樣。咁但係我對佢未來長遠嘅升值能力，我係都幾有信心。但係你話黃金，佢都係即係呢一段時間就係都唔係呢一段時間。我諗由上年6月份開始到而家呢一波嘅升幅，都係去一個 stagflation play 啊嘛。咁呢個 stagflation play 加埋一個政治經濟環境唔穩定，咁加埋美國嘅嗰個 AI 嘅浪潮要升到咁上下，佢個risky asset 嘅 return 又開始冇咁吸引，幾個因素一齊去推就令到黃金可以升咁多。仲要最緊要一個因素就係各個國家政府都喺度搶緊實貨黃金持倉，咁呢咁多個因素加埋先可以推到黃金咁高。我就覺得嗱，你 stagflation 而家係一個比較有可能去達到嘅一個 scenario。但係淨係用呢樣嘢去推黃金價去推高佢嘅話，我覺得係唔夠我買你怕呢樣嘢嚟得多嘅。咁但係去到而家呢個環境，你覺得你有幾驚先？我諗4月開頭嗰一陣市場真係驚嘅，或者係 Trump 開頭嗰一陣市場真係驚，因為你驚到唔知呢啲地緣政治嗰邊有啲乜嘢嘢會爆出嚟，尤其台灣同中國，我諗都可能係一個黑馬嚟嘅。咁但係而家個情緒又真係唔係話驚得咁交關咯。咁之後我諗，如果佢要再升，就要配合住一點，就係個美債嗰邊個需求都仲要再降低。咁啲人如果要去做 treasury management 嘅時候，可能要揸啲實貨黃金做保值，就同你去揸 cash 嗰種 management 有少少唔同。咁我就即係你話6000或者高盛講6000呢一個做一個單一嘅理據。嗱，不如咁講啦。即係高盛又好 ，MS 又好，佢哋去推啲大宗商品價格走勢嗰陣時咧，我覺得你睇佢後邊嗰個推理邏輯，好過去睇佢嘅目標價位。因為2021年啊，蘇聯咪打俄羅斯嘅，唔係蘇聯咪打烏克蘭嘅。係啊，我哋都唔記得咗。21年係21年啊嘛。係啊。21年8月，蘇聯打烏克蘭嘅時候，MS 出咗個 notes。話個油價會飆到去160蚊樓上，佢講緊布蘭特。咁即係咁講咧，即係啲所有呢啲大行佢對 commodity price 嘅推測，我諗都係睇佢後邊個推理邏輯。所以黃金價格我諗就短時間之內唔會點樣即係有啲乜嘢 downside pressure。但係你話升到去6000，我有啲保留。好。咁啊，今日我哋嘅問題都問晒啦。咁啊，多謝各位今日嚟啊。咁啊，好多謝。